全国国小1年到3年级的学生，一人一本绘本，较早日头拄仔是一本认识能源发电历史、甲再生能源如何发电等内容的册刊，嘛是2020业者首创第一本再生能源的儿童册。会中透过剧团义工故事甲生动活泼的表演来彰显绘本内容，希望启发囡仔阅读兴趣，甲对环境友善的重视，调味相当处理。像太阳能板呢，它是像雕像一样，就站在那边，然后呢一动也不动，也不会发出任何声音。所以啊，它不止不会吓到小动物之外，还可以让它在下面乘凉，这样不是一举两得吗？太阳能板本身它的材料，还有它的架子的材料呢，都是用可回收再利用的材质哦。所以啊，对我们的土地是不会有影响的。透过阅读，能够启蒙孩子对这个能源知识的兴趣。那它也会是一本很好的工具书，可以让亲子跟师生一起共读，多增加一些互动。因为坊间上我们看到很多的环境教育啊，或者生态教育的童书，可是对能源教育似乎少了那么一点，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企划的这个绘本的主要的初衷。那因为我们学校本身也有太阳能板，好，那借由力阳能源公司更专业的介绍，我觉得小朋友他可以借由这本绘本，知道一下，更清楚的知道说太阳能的一些结构，还有说，要怎么样来利用这个再生能源。能源公司透过剧团表演，嘛借此澄清外界对太阳能发电会伤害土地、会污染的顾虑，强调是要甲7个共生共赢，甚至无得卡因为绘本，让囡仔想要投入能源事业、加入工程师的行列。根据了解，业者第一波行动伫7个总共10间小学，捐出272本。接刷阅读的列车，也搁要前往屏东甲花莲，亲近到偏乡。早安，太阳，太棒了！新闻，阮及何乔芳采访过的。